来看，这是高雄市的路口有这两架，这是要创啥的？是要互你拍棒球的吗？这是有技术，伊发现这是凤山区的大埤路甲凤顶路大专区竟然有两架啊！人拢讲唔知要听对一架，将这个画面放上网络，大家拢咧偷笑，啊讲头前敢是要互人拍保龄球的咧。要等我的奥多麦豆豆啊骑，准备停入台转的车架内，唔过。 一个停好，我头一看，还佫一架和桥头摆的雾煞煞。不知道要停哪一个？到底是要停头前还是停后边？前面那个应该是最早的啦，可能没有消除吧。应该是那个吧，疏失吧。一个路口出现两个台专机，这款的设计伫个高雄凤山凤顶路甲大埤路口，好袂少桥头摆人三无涨。惊讲停唔到去会防开红单。网友口说讲头前迄架是要拍保龄球用的哦，不过。 看到了真正两个台转架无共款，头前迄架有气角，后壁这个架是四条线真完整，涂骹点么加路面真明显有过铺过。为了提升行人穿越安全，新增行人庇护岛，并将行穿线后移，机车待转区也随之调整位置。 新港处讲，头前这个台转架当初将这个行人穿越线锁伫后壁了后，已经用乌擦擦过啊。是讲因为车长期安尼伫交油擦落去，才会佫看到，会赶紧将规线甲擦掉，避免互民众不雾煞煞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